姐姐，请你一定要保佑我，明年考试顺利，让我成为一个合格的护士。上姐。快！哎，救人！快救人呐！有人溺水了！有人溺水了！快救他呀！谁会？让一让，我学护理的，我会心肺复苏。对，快救他！快救他！这还能救过来吗？哎，我救过来。是。哎。天哪，这是哪里啊？怎么都穿着古装？我是在做梦吗？哎呀，这看起来肯定是个噩梦。辰时已到，奉先皇遗诏，请诸位娘娘在黄泉路上好好侍奉先皇，及时升驾。这不是后宫乱里的新地萧文景吗？怎么冲我来了？原来我不是做梦，我不是刚在海边美救英雄吗？怎么下一秒我就到这里了？路妃娘娘，救救奴婢，奴婢不想死。姐姐，路妃娘娘，你在说什么？姐姐，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难道我也死了？原来网上那些人说，人死之后会见到自己的亲人是真的。姐，我好想你。路妃娘娘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怎么是你姐姐呀？你刚刚叫我什么？路妃娘娘呀？太离谱了！我这大好青春，怎么穿越成了勾引皇帝不成？和平无术，要去被先皇殉葬的妖妃女配陆贞，这是什么天崩开局 ？Oh my god！ 想逃？我不能死！陛下，我会算命，会开天眼，我可以帮你对付垂帘听政的陈太后，我能帮你夺回大权。放肆！胆敢挑拨朕与陈太后之间的母子亲情，不可饶恕！上！ Sorry， Sorry 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有什么？ Sorry。 It's okay。陛下 ，Nice to meet Nice to meet you too。老乡，老乡见老乡，让眼泪汪汪。 把他带回后宫，记得把这里处理干净。难道我的人生就要这样被重启了吗？姐姐，我们走。都是金草，会发光的孔雀，我纯金的蟾蜍，实心的耶！怪不得算命先生说我走中年运，年纪越大命越好。没想到这挥金如土的好日子也是跟我碰到了。现
280，按照这个克数，我星星的就赚翻了。这周狩猎，翡翠手镯，这是什么？大卫，没想到你还是个艺术家，还是个有钱的艺术家呢。这是金丝楠木吧？这得多少钱呀？爽啊！这跟坐在金山上有什么区别？别看了，聊会儿。聊吧。你什么时候穿的？刚刚。所以，床上那个人不是你吧？臣妾爱慕陛下，心中思念陛下，自然就来了。当然不是，我很有节操的好不好？我一穿过来就在坑里了。那就好。那你什么时候穿过来的2年前。怪不得你看起来一点现代人的感觉都没有。你看过那本漫画吗？我不看漫画。那我来跟你讲讲这本漫画的故事。女主呢是你妈陈太后，男主呢是你爹。你妈爱你爹，但你爹不爱你妈。你妈呢仗着家族背景逼你爹娶了她，你爹呢不情不愿，虐身虐心了几10年。不过虐文女主都很难死的。后来你爹死了，你妈还没死。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漫画的结局。没过多久呢，你就暴毙而亡，陈太后就过上了升官发财、死老公再死儿子的爽文结局。不就是我爱你，你不爱我的狗血故事吗？狗血才好看嘛！哎，要不我们和陈太后示好，跟女主作对都是没什么好下场的。你是我爸的小老婆，也就是陈太后最讨厌的宠妃，你觉得她能接受你的示好吗？对啊，我可是陈太后的眼中钉、肉中刺啊！既然不能与太后交好，那就只有另外一个办法了。什么？先下手为强，咱们搞死陈太后！太后驾到！母后是何事让你如此动怒？说出来，让朕开心开心。陆真儿在哪？什么陆真儿？朕不明白。就是那个被你救走的殉葬妃，不要在这给哀家装糊涂。朕这里可没什么殉葬妃，朕只有一个新封的路妃。路妃是朕的后妃，与父皇无关。哼，你想封谁为后妃都可以，但绝不能是陆真儿。母后不是要给朕选妃吗？朕选了陆真儿，母后怎么还不开心？她是你父皇的后妃，那又如何？怎么，母后莫不是嫉妒陆真儿？先有父皇的专宠，后又有儿子的宠爱吧？萧文景，母后，陆真儿是朕的女人，你想带走她可以。福公公，你现在就去拟旨，就写新帝并天，传位于陈太后。等陈太后当上了皇帝，自然可以带她走。陛下，萧文景，你真当哀家不敢杀你吗？哼哼哈哈哈！来啊，朕等这一天可真是等了好久了。早晚有一天，你会为觊觎你父皇的东西付出代价。你的脸没事吧？没事儿。你以前干什么工作的？爆发力好强啊！演员吗？不工作。你为什么不穿水裤啊？古代太热了，还没有空调，我把水裤剪短了。那你干什么的？什么也不干，跟我爸的私生子们斗智斗勇，争夺家产。你刚刚说要搞死陈太后，有什么可行之法？现在可是2025年，传说中的九子离火运正式开启，大女主横行的时候，咱们俩联手一定可以。扫平一切阻碍。陆真儿，
你不打算回家了吗？我在这边有吃有喝，还有我姐，我干嘛要回去？你姐也是跟你一起传过来的？不是，她只是长得跟我姐一模一样而已。你不回去找你真实的姐姐，偏要在这里认一个假姐姐，是为什么？因为我姐她死了，我在现代找不到她了。可能老天让我来到这里，是为了让我跟她重逢吧。我会安排银丹到你身边，做你的贴身婢。这是我做梦都穿不到的华服，太美了！多少女生梦寐以求的想当皇后、贵妃，看来我也快了，快要走上人生巅峰了。这当真是妖妃呀，红颜祸水呀，是祸水呀！这是朝堂上洗脚，这也可以啊？这有什么不行？在这里我说了算。可以呀、竟在金銮殿上泡脚，真是成何体统！红颜祸水呀！穿过来了吗？河豚呐！想拍张照，发个朋友圈啊！还发朋友圈？舒服。左一庄就是我哦！以后这整座城都可以是你的。那也太爽了吧！明天我去帮你搞定后宫。熹贵妃到。本宫来迟了，姐姐见谅。熹贵妃总是姗姗来迟，叫大家好等。姐姐莫不是仗着自己是太后的侄女，就想坏了这宫中的规矩吧？规矩？一个美人还想教本宫规矩？我听说昨日陛下从殉葬坑里带回来了一位路妃，快站出来让本宫瞧瞧是什么角色呀？见过各位美女姐姐。谁让你躲开的？本能反应。来人，路妃以下犯上，当众冲撞本宫，掌嘴！臣妾不是故意躲避，只是一时被贵妃娘娘的美貌所迷住了。早就听闻熹贵妃娘娘仙姿玉貌，今日见果真名不虚传呢。臣妾请求贵妃娘娘原谅。真是一张巧嘴啊！难怪先皇和陛下都喜欢你。熹贵妃，算了，都是姐妹，何必闹得这么难看呢？谁跟此等狐媚惑主的妖女是姐妹？看长相也不过如此，怎么先帝跟陛下就对你如此不一般？难不成是床上功夫天赋异禀？熹贵妃，你姐姐何时管到本宫头上了？圣心难测，我也不知道先帝跟陛下为什么会独宠我。熹贵妃，你要是想知道的话，自己去问他们呗。贱人！来人，给本宫按住他，本宫要打烂他的嘴。是。放开！放开！放开！我真是狐妹子，穿着如此不知廉耻的衣服招摇过市，穿得如此放荡，就是给男人看的。紫苏烟雨，把她衣服扒了，
拉去永和殿外，让和光上下的人都看看他是怎么不知廉耻的。是。放开！你们干什么？我自己来。永和殿那边如何？回陛下，永和殿那边的人传了话来，路妃娘娘被熹贵妃扒光了衣服，陛下要过去看看吗？路妃娘娘今日这遭，恐怕要被众人耻笑。耻笑算什么？我要她死！北昭10年，先皇萧南都驾崩，新帝萧文景即位。陈太后命熹贵妃诱路妃入局，怎奈陆贞儿命不该绝，这让熹贵妃恨之入骨。我可以坐以待毙，只有拿下新帝萧文景，我才有可能活下去。陆贞儿，父皇在世时，朕尊称你生为父，你如此作乱，可对得起父皇？先皇先逝，他的儿子合理继承他的一切，包括他的女人，不是吗？若陛下还想换臣妾一生我妃，臣妾也不是不可以。只要陛下愿意救我。我等的人不是你，把陆贞儿送去皇陵，为父皇殉葬。难道我的人生就这样被重启了吗？把他衣服扒了，拉去永和殿外，让和光上下的人都看看他是怎么不知廉耻的。是，放开，放开，我自己来。哎，还是这样凉快啊！熹贵妃，你还想看什么呀？你不知廉耻，若脱一两件衣服就是不知羞耻，那人类生而赤裸，岂不人人都不知羞耻啊？你从皇陵里爬出来，就是靠脱得快吧？是为你所逼，你不要胡说八道，倒打一耙！贱人，给本宫拖出去，乱棍打死！是，哎，是谁？谁敢在永和殿内射箭？本宫要将他千刀万剐，五马分尸！熹贵妃想要对朕怎么样？参见陛下。你若再这么看朕，朕废你的贵妃之位。臣妾知错。陆妃是朕的女人，谁敢对陆妃动手，对朕动手？清皇贵妃若是管不好后宫之事，便把她们交出妾请陛下责罚。爱妃想怎么惩罚他们才算满意？不如，熹贵妃，你觉得我会不会让人也扒了你的衣服啊？陆贞，你敢？陛下在这儿，我有何不敢？都听爱妃的。陛下，哎，熹贵妃，你现在不应该求我吗？你若敢动本宫一下，本宫日后绝对饶不了你。熹贵妃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
你当心风水轮流转，这报应啊，指不定哪天就落到你头上了。命这件事啊，很难说的。陛下，我们走吧。熹贵妃掌嘴30。是。亲皇贵妃办事不力，罚俸1年，禁足3日。恭送陛下，臣妾领旨，谢陛下。陆真儿，本宫定要将你千刀万剐，五马分尸。陆真儿，有我替你出头，感觉不爽吗？仗势欺人的感觉，当然爽啊！但我总觉得得不偿失，这下我真成箭靶子了。有我罩着你，你怕什么？可是你是不是当牛马忍气吞声惯了？啊！好强的杀伤力！你若是不愿意我帮你，我以后便不再插手。愿意，我当然愿意。小文景，其实说实话，除了我姐之外，你是第一个愿意为我出头的人。我想了想，与其忍气吞声，不如直接发疯。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？既然熹贵妃不能成为我们的盟友，那我们就只能是敌人了。她要斗，我就跟她斗。她有陈太后，我有你啊。接下来，熹贵妃必输。那我就等着为你庆功喽。陆真儿，当初我那么相信你，却割我喉，为我毒酒，伤我一世又一世。这一次你欠我的，我要百倍奉还。你是谁？晨儿，你连朕都认不出了吗？父皇，你不是已经……朕起死回生，晨儿难道不高兴吗？儿臣当然高兴，只是你想不明白朕为何能起死回生、返老还童，更想不明白朕为何会突然找上你。父皇神机妙算，早已猜透儿臣的心。朕找你，为的是你这张脸。晨儿，你长了一张与朕年轻时一模一样的脸。怪就怪世人视长生不老之术为妖术，朕只能借你的身份，才能夺回属于朕的皇位。为朕而死，也算你死得其所。你安心去吧，我又回来了。林丹，以后我的这些东西，你喜欢哪个你就拿去戴。娘娘，这些东西奴婢不能要。为什么不能要？以后我的就是你的，你的还是你的，不用跟我客气。走。谢娘娘。还差个金手镯。奴婢谢谢娘娘。哎，又来了！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私底下咱俩之间不称主仆，你就叫我妹妹。太后驾到！参见太后娘娘，见过熹贵妃。陆真儿，没想到你命这么硬，挺到现在还没死。都是侥幸。先皇在时，你情深似海，把先皇哄得团团转。先帝故去，你立刻便爬上陛下的床。
你如何对得起先皇？太后娘娘，我也很想为先帝殉葬，但是陛下不允许啊。你是在哀家面前炫耀自己有多得宠吗？我没有这个意思啊。姑母，你与她说这么多废话干什么？像她这样的女人，对她就不能心慈手软。哪天她又爬上男人们的床，卖弄一番，惹得那些男人们争先恐后的来搓磨我们，对付她用刑就够了。你说的对，我还是太心软了，还是希儿聪明。动手！你们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贵妃娘娘，如果我们家娘娘真做错了事，贵妃娘娘可以启禀陛下，请陛下定夺。若贵妃娘娘在后宫动用私刑，奴婢担心贵妃娘娘如此行事会触犯宫规。你干嘛？贱婢！严丹，熹贵妃，你干什么？你也敢管到本宫头上了？奴婢不敢。只是陛下对禄妃娘娘很是宠爱，奴婢担心陛下会因此责怪贵妃娘娘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在陛下心中，陆真儿比本宫更重要？奴婢不是这个意思。严丹，熹贵妃，你放开严丹！你放开严丹！熹贵妃，你干什么？你放开他！你放开他！本宫惩处一个贱婢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指手画脚？你不要欺负我的人！你有什么事你冲我来！哦，陆真儿，你对这个贱婢好像很是在意。你放开他！好啊，我可以放开他。求我！我求你，我求你，我求你放了他！严丹，熹贵妃，你放开他！你放了他！是我勾引了陛下，有什么事冲我来！你放开他的事我都不知道，有什么事你冲我来！你放开他！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！我求你了！你想要他活？好啊，那就看你能做到什么份上。放开他！舒姐，我又有了姐姐了，这一世就让我来护你周全。陆真儿，本宫答应你，只要你将10根手指全部刺满，本宫就放这个贱婢离开。许愿树，许愿树，请保佑我和我妹妹陆真儿永远都在一起的。舒姐，我又有了姐姐了，这一世就让我来护你周全。不要娘娘，不要啊娘娘！姐，这次我一定要保护好你。好漂亮啊！娘娘。现在可以放他走了吗？已经不怕陛下过来杀了你吗？恐怕你活不到陛下来。瑞王殿下到。娘娘，殿下，姑母，你怎么了？是陛下。姑母，这是瑞王殿下，不是陛下。他生母去世后驻守边关，10年未归。臣参见太后。
是瑞王。是啊，太后，你怎么了？你竟与陛下年轻时长得如此相似。太后，儿臣并非父皇。姑母，你没事吧？瑞王殿下今日前来，所为何事啊？臣从边关回来，恰好路过此地，听闻太后娘娘在此，特地前来拜见。是吗？自然。这是惩罚一个不听话的妃嫔罢了。瑞王殿下不必在意。收起你的爪子！瑞王殿下金尊玉贵，岂是你能碰的？哎，熹贵妃，臣听闻后宫不得动用私刑啊。熹贵妃如此对待一个嫔妃，大胆！你说什么？瑞王姐姐说话语气也跟先皇一模一样。瑞王殿下，你干什么？皇上驾到！萧逸成，你抱着朕的爱妃做什么？陛下，瑞王从边关回来，不急着来向朕复命，反而抱着朕的嫔妃，成何体统？你的嫔妃？臣记得陆妃是先皇的嫔妃呢。父皇早死了。皇兄，你实在是放肆！朕是天子，天子行事自是放肆。瑞王算什么东西？竟教训到了朕的头上。朕这个儿子竟然教育到老子头上了。好了好了，你们不要再吵了，放我下来。抱歉，我来迟了。不吃，来了就好。你都这样了，还要干什么？我要去教训该教训的人。熹贵妃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活到陛下过来了。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那当然是仗势欺人呢。你敢？现在给本宫跪下道歉！放肆！陛下，刚刚熹贵妃用私刑逼着臣妾用银针刺自己的手，臣妾的手都快废了。你看，你看。陛下，我方才只是……爱妃受苦了。陛下，你要为臣妾报仇啊！还有银丹，银丹为了保护臣妾，都快被熹贵妃折磨死了。陛下，是陆贞儿先的姑母大不敬，臣妾只是对陆贞儿小惩大器。你胡说！我会要求你们过来折磨我吗？不过就是后宫嫔妃争风吃醋罢了。萧文景，你把陆贞儿和她的婢女带回去，此事就算过去了。爱妃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萧文景，算了吧。来，姐姐，你没事吧？这么多旧伤。跟谁没有大腿似的，就像太后说的，不过是后宫争风吃醋，算不上放肆。尹丹，我们走。走。你的手搭在朕的肩膀上，是不是就不疼了？你给我一个支点，我可以给你敲起整个后宫。
熹贵妃早知我今日去军营巡查，所以才趁此机会对你动手。唉，那也不能怪你啊，你也不能日日夜夜守在我身边，只能怪我没权，我又没事，我只能任人鱼肉。那该如何？你给我请尊菩萨回来吧。什么？我最近点背得很，急需拜一拜。这能有用？那当然啊，万事不绝，信轩轩。那你不如直接去成化寺，那个寺庙的菩萨很灵。真的吗？那我明天就去。陛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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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陆贞儿实在是太过分了！你看，他都把臣妾打成什么样了？是你下手不够狠，自然斗不过陆贞儿。陛下还说呢，若不是陛下出手护着他，臣妾何至于此呢？朕何时护过他？之前在永和殿，还有今日在他宫中，陛下不都护着他吗？朕从未护过他，是你心慈手软，次次都让他逃过。那臣妾应该怎么做？明日他要去成化寺，我要他见不到后天的太阳。尹丹，他们这是在干什么？回娘娘，他们大概是提前打听到陛下会在此路过，所以便在这跳舞，等着陛下过来吧。若能得陛下青睐，就能翻身做主子了。看来熹贵妃手底下的人也不是个个都忠心耿耿吧？走吧。菩萨啊菩萨，细女不求一丝真情，只求大富大贵，平平安安。还有我姐，保佑她天天开心，平安无忧。跳啊！怎么不跳了？紫苏，你在御花园不是跳得挺开心的，现在怎么不跳了？娘娘，雪下大了，娘娘要不先回宫，可别冻坏了自己的身子。不急，本宫要等的人还没到呢。是，姐，今天真的下好大的雪啊！娘娘，娘娘，来人，去把路妃娘娘给我请过来。是。哎，姐，你快去找陛下，让他来救我。好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哎呦，这是谁呀？让本宫好好瞧瞧。这不是陛下最宠爱的路妃娘娘吗？怎么娘娘今日如此狼狈啊？贵妃娘娘，你这样做就不怕陛下知道生气吗？贱人，你以为得到了陛下的宠爱，就能跟本宫叫板了吗？不懂规矩是吗？今天本宫就让你知道知道，什么叫规矩。哎，跪下！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们要是杀了我，陛下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我看他脑子好像不大清醒。来啊，让他好好洗洗脑子。你们可都瞧见了，是他自己扎进缸里，与本宫可没有任何干系。路飞的这双眼睛生的确实是漂亮，可本宫偏偏看不得漂亮的东西。烟雨，把她的眼睛给本宫挖出来，拿去喂狗。是。起开！路飞，你干什么？你要干嘛？贵妃娘娘，贵妃娘娘也知道害怕呀。陆贞，你若敢动本宫一下，宫母一定会扒了你的皮。我现在就能扒了你的皮。
从这里开一个口子，灌入水银，就能得到一张完整的贵妃人体。贵妃娘娘，要不要试一试啊？你不敢，你都敢挖我的眼睛了，我有什么不敢？陆正，你冷静一点，我刚刚只是吓唬你的，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，你别杀我，别杀我！这寒冬腊月的，怎么还有人在宫道边跳舞啊？这兴许又是哪个宫的嫔妃听到陛下会过来，所以特意候在此地，想要争个宠。走，我们过去看看。走。哎呦，这是哪个宫啊？哎呀，这哪是争宠啊，分明是得罪了那位了。是熹贵妃，是，你不要命了？你说这鼓怎么长得这么奇怪啊？熹贵妃，是熹贵妃，熹贵妃，熹贵妃啊！你醒了？我这是怎么了？银丹让我去救你，等我赶过去的时候，就看见你晕倒在御花园，究竟怎么回事啊？你被打了？又是熹贵妃？太后驾到！贱人，居然敢杀希儿！你果然杀了熹贵妃。我没杀人，还敢狡辩！锦汐姑姑，打烂他的嘴！不是，你能不能好好听我说话？我发誓，我绝对没有杀熹贵妃，你别冤枉人。母后，这么大的帽子不能乱扣，可有证据？你们要证据，哀家就给你们证据，免得你们说哀家冤枉了好人。路妃，你说你没杀希儿，那你日常佩戴的金簪为何会出现在希儿身上？太后娘娘，我昨日的确见过熹贵妃，但是那是她叫我过去挨打的。我发誓我没有杀熹贵妃，你再这么冤枉我，你就让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了。这样，你给我1日时间，我可以自证清白。若查不出来呢？那朕就亲手凌迟他3000刀，还母后一个清白。就是因为你，若不是你护着他，希儿根本不会死。死了就死了呗，他杀了那么多人，如今也算是一报还一报。放肆！陆真儿今日必须死！来人！小文姐，小文姐，你帮帮我，我真的没有杀人。小文姐，我还有姐要照顾，好不容易找到她的，我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死在这里。小文姐，我真的没有杀人。站住！陆真儿，我是要杀你，但不是这一天。母后，今日你杀不了陆真儿。若是哀家今日一定要杀他，朕说杀不了，我就是杀不了。萧文锦，你今日是要跟哀家作对到底？你想保他也可以，但是要付出代价。陛下不是要护着他吗？那就让陆真儿赤脚从这儿走过去，哀家就再给他1天时间，让他查出真凶。这走下来，我会不会戒尺啊？不敢了吗？
我走。朕替他走。夏文景，这是探我。母后，朕从这儿走过去，你要再给他一天时间查出真凶。你疯了吗？夏文景，没事。夏文景，疯了！你跟你父皇一样，都被这个女人逼疯了。夏文景，你没事吧？啊！这走完了。陆振儿，你可千万不要骗朕。我没有骗你，我真的没有杀熹贵妃。所以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熹贵妃是叫我过去挨打的，那我肯定不能傻站着，我就跑了。后来的事情我也记不清楚。那你觉得是你杀了熹贵妃吗？怎么可能？我现在不杀，下次可就不会。你要是再逼我，我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熹贵妃，熹贵妃，你没事吗？这妖妃太可怕了。我当然很想杀她，但就凭我们受过的教育，我怎么可能杀人呢？到时候我一查就知道。这么有信心啊？当然了，穿越定理嘛，只要我一查，就肯定不是我自己，而且我都被人敲晕了。敲晕我的那个人，才是真正的凶手。走吧。去哪儿？去找熹贵妃身边的丫鬟，一问就知道了。走。陆真儿，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他看起来疯得很厉害。给他上刑试试吧。屈打成招啊！别吧，我先试试。烟雨，那天晚上你不是都在吗？能不能告诉我，
我走了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不要杀我！救命！救命！不要杀我！上刑吧。能不能别捣乱了？不查了，放成这样了还怎么查？能不能不要再说什么上刑的话？在我这儿禁止屈打成招。我再想想办法吧。路妃娘娘这会儿来刚好，太医署的人刚将贵妃娘娘的尸体缝好。要是再来早点儿，路妃娘娘估计都不敢看。哎，路妃娘娘别。这里面是什么？贵妃娘娘的骨头有些被敲碎了，太医也没办法，只能往里面塞了些棉花，外表看着好看些。这是水银，这是水银。从这里开一个口，灌进水，就能得到一张完整的贵妃人皮。贵妃娘娘，要不要试一试？不可能，路妃娘娘，这绝对不可能。你没事吧？奴婢见过瑞王殿下。见过瑞王殿下。你们二人退下吧。是。他怎么又来了？路妃娘娘不害怕吗？还行。瑞王殿下，若是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王爷这是在干什么？你认不出我了？王爷，臣妾乃是陛下的妃嫔，应该和王爷是清清白白的吧？看来你已经彻底接受这个新身份了。原主难道真的跟瑞王有一段情？我现在要是否认的太快，会不会崩人设啊？没搞清事情原委之前，得先哄着他一点。瑞王，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呀。臣妾只是个无权无势、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。是啊，你只是个弱女子，面对皇权，你又能做什么呢？那王爷若是没什么事，臣妾就先走了。且慢，本王还有一事挺好奇的。什么？这寻常女子都惧怕尸体，为何路妃娘娘不但不怕，还敢给这熹贵妃施钱？哦，我恰巧懂医而已。那路妃娘娘的医术看来十分高明啊，连给尸体注入水银，剥下一张完整的人皮都知道。本王昨夜恰好路过行宫。那王爷，你有看见是谁杀死了熹贵妃吗？这熹贵妃难道不是路妃娘娘所杀吗？我没有杀人，肯定不是我。那路妃娘娘怎么会知道如此恶毒的害人之说？这就跟制毒师除了会制毒还会制药一样。瑞王殿下若凭一句话就判定我杀了人，岂不是太轻率了？本王不过随口一说。那王爷还是谨言慎行。要是没什么事，臣妾先告退了。真儿，你给朕的惊喜真是越来越多了。这四周已经搜查过一遍，除了你那只金钗之外，什么都没找到。难道我真的杀死了熹贵妃？不可能！担心了？在这个时代，太医署的太医代表最高的医疗团队，可是他们连缝合一张人皮都扭扭曲曲，更别说剥下一张完整的人皮。我学过解剖学，我可以完整的取出一条大鼠的脊髓，确实可以剥下一张完整的人皮。萧文强，如果我真的杀了人，你会怎么办？那我只能秉公办理。你要杀了我？我不想，除非你能证明自己，毕竟我只是个傀儡。陆正儿，其实我已经盘问过那个宫女了，她当时还没有那么疯。她说亲眼看见你对熹贵妃动手。我是对她动手了，但我只是吓唬她的。我威胁了她一下，就松开她了。她说她亲眼看见你剥了熹贵妃的皮。你去哪儿？我肯定没杀人，我再去找找证据。
这本书看着这么现代啊。上姐，嘿嘿。这个人看着怎么那么像我呀？从这里开一个口，关键是就能包下一张完整的贵妃人体。贵妃娘娘要不要试一试？所以，这一切都是我做的。原来我只是漫画里面的一个纸片人。这个世界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？你在外面干什么？案子查清楚了？没有。那你还不赶紧过来查案子？你来的正好，我有事跟你说。你看看这个复杂的后宫人物关系图，尤其是这儿，这是重点。这本漫画书哪来的？我被人打晕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我以为我中毒了，就想去藏书阁找找看，看有没有对应症状的书。这本漫画就在藏书阁的书架子上发现的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都是被创造出来的，我们都只是这本漫画里的 NPC？ 没错，我是一个看了后宫乱漫画的读者，穿进了后宫乱中，变成了恶毒女配陆贞儿。进入漫画世界之后呢，我改写了自己的剧情，于是就创造出了这部新漫画《盛世女帝国》。就跟那些传说文一样，我们从始至终都只是虚假的纸片人，好像有更高维度的作者创造了我们，我们所发生的一切都是被作者画出来的。怎么了？听不懂？听懂了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这本漫画上的凶手是你？都是假的。不可能，我绝对不会这么做。但你就是个纸片人，一切都是被写好的。我是真实的人，我有爸爸，我有妈妈，我还有爱我的姐姐，我还有那么多朋友，我还读了那么多的书。虽然我最后还是当上了牛马，但是我所有的经历都是真实的，我绝对不是一个虚假的纸片人。我们都是被人创造出来的，你的所有经历都是漫画里面写好的。那又如何？纸片人就不能掌控自己的人生吗？定了命是吧？那我就把这漫画撕了，命凭我自己写。陛下，不好了！陛下，不好了！太后娘娘来了，说是要让路妃伏法。雪后春来晚，历经了悲欢，街头辗转，故事未完，转身与你失散。隔一段旧尘烟，重逢被月色遮掩，雨雾蓦然，往事缱绻，人潮涌过擦肩。寒夜